来看台中有一位姓李的查某人，因为生囡仔了后变大箍，就去就医，要来做缩胃肠手术。不过因为伊是腹内器官全部拢甲人无共病的人，所以所有的这医疗器材甲手术的流程拢总爱经过调整，而且手术的时间嘛加一倍，好佳在是顺利来完成。今做全球头一个伊的内脏完全无共病，不过有成功进行缩胃肠手术的案例。 摕到特制器官的衫，伫咧身躯顶比血。35岁李小姐高中的时阵，就医检查意外发现家己的器官位置左右颠倒病，后来因为产后体重飙升到112公斤，造成中等度脂肪肝加困眠、呼吸中止症。要进行手术的时阵，才知影家己是全球头一个内脏转位的缩胃扩肠手术。在高中我出车祸的时候就发现心脏了啊，之后后续身体不舒服是在有一段时间。 肠胃不太舒服，我就去挂急诊，急诊就叫我去照核磁共振。之后他跟我讲说：“你全部的器官都不一样。”中国妇医表示，俗称镜面人的内脏位置反向是真罕见的先天性基因异常，大约每2.5万人当中会有一个。外科医生规个职业生涯拢无一定会拄到，若是手术的时间要加出1倍，所有的医疗器械甲手术的步数拢要调整到完全反向的位置。术前也无法度练习，只会当凭手术的经验甲随机应变。缩胃扩肠这种全转位的病人。 完全镜像转位，全球这是一个的确是全球首例。实际上，外科医师或许这一辈子可能遇到1个或2个这样子的案例。正常我们在做标准的缩胃扩肠手术，其实大概1个小时70分钟左右。可是像这样的案例，必须要大概多1个小时，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才做得完。医方强调，缩胃扩肠手术是结合胃缩小加近端肠仔息肉的新式手术。以往内脏转位案例，大部分是部分器官反向，全器官转位是头一届，术后会当 减少腰的感觉，而且增加食物件的时阵的饱足感，达到减重的效果。记者台中报道。